不晓得他们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来到教会。主啊，有忧伤的，愿你亲自安慰他们，给你的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我们能够从你而听到天上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的安慰，我们的帮助。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的名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今年第一次来到礼拜堂，请举手一下。第一次，有牧师也是第一次来到礼拜堂。他们上个礼拜诗班退休会我们上个礼拜读创世纪第1章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他的话创造宇宙万物一切的美好。上帝将空虚混沌的一个地方、混乱不明的一个地方的地球变成美丽、有规矩、有万物生养众多的一个地方，当中让我们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。我们深深感受到上帝创造的智慧，也看到上帝的怜悯。上个礼拜有讲过，上帝在他无限的永恒的当中，他空出一个地方来创造万物，造我们，甚至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，在这个世上同工，在表明上帝他牺牲的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也是在牺牲的爱当中受创造。上帝是创造者，上帝是唯一的创造者，我们是受造者。他守他对万物的约定跟应许，他将看顾万物一切的权柄给了我们，这个是非常很震撼性的一个事情。他让人在伊甸园当中享受无限的祝福，盼望人能够成为好的管家。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，这个礼拜有跟着新眼光读经在走的话，我们知道从3章到第8章的转变非常的大。我们深深了解人竟然是这么的软弱。我们从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开始，我们人就不断的违背上帝的命令。我们其中看到了一对的兄弟互相的因为嫉妒，哥哥把弟弟杀害。这个也是说人类史上第一件的谋杀案。人就因为他生气，他一气不过就杀了。这个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其实也常常看见，一气不过，为什么？我忍不住。前阵子在幼稚园托儿幼稚园发生了，人家问那个主任，你为什么打他？因为我气不过，我一时的冲动。人离开上帝原本造我们的形象越来越远，以至于我们犯的罪越来越重。创世纪第6章第5节说，耶和华看见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看见他创造的人心里面的念头每天想都是不好的。耶和华后悔他造的人，也造了这个世界。上帝心里非常的忧闷。其实这个描述非常非常的生动。有当父母亲的就知道，当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背叛不听我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如刀割啊。那我想上帝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。耶和华上帝说，我要把地上他所创造的一切人动物全部把它消灭掉，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。我们也常常听父母亲说，我很后悔我生了你。那个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生气。为什么会让父母亲气成这样子？创世纪第7章第17节接续的说，耶和华上帝就让大水泛滥在地上40天，水高过地面上所有的山，以至于只要是有活物的，全部都死掉。这是第一次上帝非常大的一个审判。反看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生长在这个充满罪恶的年代，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这种报章杂志新闻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，人的行为不断的一切向钱、向名、向利来看。许多人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刚开始是好的，看病当医生应该还不错，可是想到挂号费15块、150块，诊疗费是200多块，他慢慢觉得这样不够。
以至于我们才看到医生做出让我们很心痛的事情发生。人的价值观开始一直渐渐的改变，不是一开始就改变，渐渐的在改变。科技人员为了钱被收买，尤其是科技网络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。科技网络带来很大的便利，我们可以随时买东西，晚上下订，明天早上就来。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我们想要的知识，但是这一些科技网络让我们陷入更深的罪恶当中。人为了钱财贪玩，盗取别人的东西，人内心常常充满了怨恨、嫉妒，我们就互相欺骗来欺骗去。我们常常不晓得到底执政者，或者是说上面讲到底哪一句话是真的。人因着爱比较，什么都可以比较，以至于上帝创造我们的样式，我们自我形象非常的低落，我们对自己常常没有自信，以至于我们对未来没有目标跟盼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在上帝的怜悯跟爱当中呼召我们这群基督徒，甚至你是慕道友来到教会。上帝盼望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照在这罪恶当中，成为一盏盏的明灯。但是有时我们也不小心陷入，就像上帝一开始呼召的亚当夏娃一样，一开始是好的，可是后来亚当跟夏娃就像我们一样，有时候不固守上帝给我们这个新创造的一个身份，我们受世界的影响，我们将世俗化的价值观带到教会。我们在礼拜一、礼拜六，我们在社会的时候，我们披着那件旧的衣服，披着那个不是自己，那个心思意念都是这个世界上花世界的一个想法的好处。我们总是希望从这个花的世界里面可以得到什么好处？我们的野心、我们的自私，让我们离开上帝。我们走自己想要走的路，我们有时候不知道。我们离开做坏事的人，他一定不觉得他自己做坏事嘛，不然他怎么去做？他不觉得，他不觉得。你看，常常被抓到的人，他不觉得他是做坏事。离开上帝也是一样，你一定不觉得你离开上帝。我们的野心、我们的自私，也造成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疏离。我们常常谈话，我们都很表面，没有温度。我们讲没有温度。我们用电话讲，其实跟人或者是网络差很多，没有温度。我们的野心、我们的自私，也让我们遇到生命中风浪的时候，还是不如我们意的时候，或者今天奇怪的不如我计划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们就开始怨恨上帝。我们很多的为什么，信上帝的人为什么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？信上帝的人也会生病，也会得癌症；信上帝的人也会出车祸。但是我们会用不同的一面去看待。礼拜五我们教会一个长者骑脚踏车，他是逆向，在一个巷子里面，然后在一个十字另外过来一个邮差也是逆向，然后就撞到，然后现在那个长辈就这边就当场一摔就骨头就凸出来我们看着警察，我跟牧师接到消息之后赶到马偕医院的急诊室，然后警察马上做笔录给我们看他的录影，我们都感谢主。今天还好是他去撞摩托车，摩托车看到他过来吓一跳，赶快刹车，他就整个人往摩托车一撞，然后摔倒。今天如果他快一点，摩托车慢一点，给他撞了，其实就是不一样。还有我们工作不顺利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碰到生命中很多的艰苦，我们会怨恨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。但是我们有时又很喜欢在礼拜天穿起基督徒的身份的外衣来到教会，感觉上对上帝有交代，有个心安，甚至基督徒这个外衣成为一个流行的一个旗号。但是却对读圣经、祈祷、无私的参与、奉献兴致缺缺。但是对一个活动的参与，吃吃喝喝又很有信心，很有兴趣。到底现在外表建筑物的教会，其实里面是教会还是社会？但是我们知道，教会总是教会，
社会就是社会，火跟水、光跟暗总是不相容的。现在的基督徒强调心怀恶意，台语讲说相他打相准，两只脚想踩两边。我们要想要这个花花世界的东西，又想要教会这个外衣。但是，当我们去思考，当我们离开上帝原本创造的公义、上帝的良善、上帝的圣洁的时候，还有上帝活泼的一个形象的时候，我们人一切所做的，我们所得到的，我们看到的一切外表，不过是更加速将我们推入死亡的深渊。当我们得到的越多，其实不见得是好。那我们在这边稍微停一下，我们来回想起初上帝的创造是那么的美好，他将人安排在伊甸园里面，享受他所创造的万物。那时候我们的自我形象非常非常的良好，这是多么一幅美好的画。如今这个万物要被大水毁灭，人类一个一个要跌入死亡的深渊，这一切毁坏应该不是上帝原本创造的意思。上帝的创造本身就是一种约定，这个约定跟我们想的约定不一样。我们一般所知道约定的关系可能比如说我们去买卖一件事情，我们打契约；我们去租赁房子，我们可能会谈条件，你要帮我预备沙发预备冷气，然后我每一个月给你1万5，你要帮我准备有水有电可以用，这个样一个契约才成立。就像传道昨天很忙，但是利用中午的时间，我跑到家乐福去快剪100。当我填投进去，拿到那个单子之后，那个小姐怎么样？她才帮我剪。我如果没给她这个单子，她会不会帮我剪？不会帮我剪。这个也是有一点很像契约契约，你对我好，我才要对你好。我们现在怎么样？我对你好，你才对吧？这也是在某一个形式上也是一个契约。在信仰上面，其实我们受我们的儒家的思想以及我们传统宗教影响很大。人跟神明的关系也是这样。有拜拜人说：“我跟神求什么，神你给我，我就还愿，我就打一个心项链给你。”刚刚讲到说，我跟牧师从这边走路到马偕医院去看天主教的过程当中，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学生，拿着准考证，旁边有兵种前面有一间庙，我想他去拜拜了拿了准考证现在应该很多庙准考证下来吗？准考证下来嘛，所以我没看错眼睛没有花。准考证到庙去，因为传道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，拿准考证去拜。为什么？他也希望求神明，让我可以考上某一所大学。如果考上了，我就来还愿；如果没考上呢，要不要还愿？当然不用还愿。这个契约的观念，以至于我们也常常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待我们所信的神，我们的信仰。我们今天会被处罚我们走霉运，一定是我们做不好，我们对不起上帝。另外一方面会去想我做得很好，我在教会很多的服事很殷勤的在做，我应该得到很好的奖赏才对。这些错误的观念是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面。夫妻现在也觉得好像你要对我好，我要对你好，可是夫妻的关系应该不是这样子。养儿防老，在某一个时候也是这样。我对我的孩子好，我期盼他以后能够养我。但是上帝跟人不是这样子，上帝跟人的约定不是这样子的。当大水泛滥在地上40天之后，圣经第8章第1节说，上帝记得他跟挪亚一切活物的一个约定，上帝就让风吹到地上面，水就渐渐的消失。上帝怜悯他所创造的一切万物，因为上帝本身的创造就是一个约定，
这个约定不是一般的契约，也不是结婚证书。在现代来讲，结婚证书，我觉得一点点约定都没有，很多人在摇头，因为太多例子了。上帝跟我们的约是一个无条件的约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他才爱我们，还要对我们怎么样。这个约是单方面从上帝他这边无条件要给我们，给万物，不是只有给人类，给万物，而我们只是白白的领受。就像万物，我们觉得这几天下雨，我们要出门好讨厌，怎么下雨？上帝他对万物的约定，他路边的野花野草，他都会照顾他们。很多溪流里面的鱼干掉了，上帝也要滋润，上帝要滋润大地。上帝他记得他的约定。今天的经文12到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。我们弄一下也可以看一下周报，来，我们从12节到15节，请。上帝说：“我与你们立你们这里的各样口物所立的永远自有记号。我把你们放在云彩中。”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红线在云彩中。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再不泛滥，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上帝透过挪亚，他跟人一切立约。上帝用彩虹做记号，这是上帝恩典的作为。彩虹，我们知道彩虹是一个弧形，在当时人我们使用的那个剑也是一样。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上帝他审判那个万物之后，他用彩虹做记号，他要做一个转变，他本来是一个射箭一个杀戮的一个武器，它变成一个和平的一个记号。彩虹是上帝保存万物生命永远的一个记号。这个约是坚定的，也就是不管发生怎么样的事情都不会改变，是一个完全爱的一个约定。我们在看到上帝无限的上帝又一次的限制他自己，他牺牲他的自己，他爱我们，但是人结果还是会失去信用的。我们从旧约圣经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例子，以色列的百姓一次又一次离开上帝去拜偶像，沉溺在罪恶当中。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们，上帝仍然不放弃他们。当他们哭求的时候，上帝派一些士师去为他们救他们，为他们征战。当他们要拜偶像的时候，上帝派先知一个一个的先知，甚至被杀掉，一个一个的先知去呼吁他们回头啊，回头啊！上帝就是不放弃他们，纵使他们应的景象被掳到巴比伦，但是人不断的失信，上帝不会失信的。诗篇27篇第10节这么说：即使父母都会离弃我们，耶和华上帝必收留我们。耶和华上帝他守他对以色列祖先他的约定。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面，以色列百姓他被掳70年之后，上帝就让他们归回耶路撒冷，建造圣殿。如今守约又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慈爱的上帝，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。耶稣基督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限制，为了我们受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十字架是一个新的超越救赎的一个记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现在迷失在这花花的世界，受魔鬼的引诱，我们常常双脚想踏两条船的时候，不管什么事情想踏两条船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，当我们常常碰到有如大黑暗在包围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惊慌害怕的时候，当某一些事情让我们受伤，让我们喘不过气来，让我们常常在
翻译里面，我们眼泪流不止的时候，圣灵宝贵是会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跟安慰。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基督，他会了解我们的心情。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，有时我们不小心，我们忘记了上帝，我们忘记了跟他的约定。我们就像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一样，但是恩典的主，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透过教会，他养育我们；透过圣经，如灯引导着我们。我们在委身服侍、彼此相爱当中，我们渐渐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我们也常常经历主同在的美好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纵使遭遇了很多的困难，我知道现在很多弟兄姐妹碰到很多的灾难，甚至在教会跟社会其实是一样，也常常会有很多耳语，讲东讲西，伤害。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会留下来在这边做礼拜、敬拜上帝？因为我们深深知道，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也是我们唯一可以敬拜的、可以寻求的。我们也知道他用爱我们爱到底，因为他是愿意为我们牺牲的一个上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新的一年传道勉励大家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们要勇敢回应上帝对我们爱的呼召。只要我们愿意将心门打开，我们就会听到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的声音。上帝的呼召是不管你的年龄的啊，我年纪很大，我们这没有年纪大的啊，我年纪还小。如果大家读撒母耳知道，撒母耳他还是小孩的时候，上帝呼召的声音就临到撒母耳。我们信仰之父亚伯拉罕，他在75岁的时候，他顺服上帝对他的呼召，离开他的本乡本族。75岁在他离开的地方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，跟上帝同工，他们成就了上帝很多美好的一个计划。今天教会是各团契会长的就任，每一次团契会长的就任，都是我们回应上帝爱的一个机会，这是非常荣耀的时刻。我们今天有我们的社青会长来，就好站起来一下。我们的那个敬拜团团长博彦，还有我们的舞蹈新奴，还有我们的定信定信，以及我们青少期的会长来吴安，请坐。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个时刻。传道回想我16、17年前信主之后，我在2年之后被选为执事。我上去就任时候我哭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深深的跌倒过，我才知道得来不容易啊。我才知道得到这个信仰，得到这个恩典，上帝救赎我的恩典是不容易的。而且我的信念跟上帝讲，我要玩真的。你可以觉得这个会长、这个团长没有什么，的确他没有什么，他没有加薪10万，没有看得到的一个东西，没有，只有更多的责任，更多的要付出。就像刚刚绿军长的勉励，更多的责任，更多的要付出。但是你有更多的上帝的同在，这个是在大家都追求看得到的，其实我们要追求看不到的才更是重要的。因为那时候我下定决心，我要将旧的东西抛弃掉，我要成为新造的人。每一次他们的就任，他们的事业，也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要再一次的跟上帝誓约。誓约什么？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帮助，我们要替他们祷告。传道牧师小慧也蛮常希望每个弟兄姐妹常常在替我们祷告。我们要成为他们及时的帮助，我们要关心他，我们要安慰他们。当你成为领导人的时候，也就是魔鬼攻击的时候。我们看很多的政治人物，当他们选上的时候，攻击才开始啊，外面都一样啊，不要以为选上了就那个，不是啊。等一下我们敬拜团也会唱《奔跑放弃》这首歌，
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常常会有好像大黑暗随时临到，就好像我们每次在看到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，忽然间你会看到很大的雨下来。可是当雨停之后，我们会看到彩虹就在天边。我们看到彩虹7号，彩虹7号大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告诉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如何的境况，上帝都与我们同在。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，上帝没有忘记我们。不管我们在多大的苦难，我们的家人忘记我们，我们的朋友离弃我们，但是上帝没有忘记我们。彩虹的记号也是在提醒，上帝立彩虹记号不是在提醒我们，其实上帝说他在提醒他自己，他对我们的约定，上帝不会忘记，但是上帝他特别立彩虹记号，提醒他自己，他对我们人类的约定。约定什么？他绝对不会再用大洪水来毁灭我们，他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次看到彩虹的时候，我们要记起一个教训。什么教训？彩虹的背后曾经发生一个大事情，就是洪水泛滥。因为人因为作恶，上帝毁灭地上所有的万物。同样的道理，愿上帝的灵随时提醒、保守看顾每个弟兄姐妹，帮助我们记得什么？在荧幕的后面，上帝用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爱也是永远不会改变。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这里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你爱我们爱到底，也帮助我们擦去我们弟兄姐妹所有的眼泪，让我们这个时刻，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，完全从你们的爱包围着我们，让我们有勇敢来回应你呼召的爱，让我们来奔跑，不放弃你所定给我们的日子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歌，奔跑不放弃。每个能主你。
们的约是永不改变的。家人、夫妻、父母、朋友会放弃，但是上帝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让我们重新，让我们有一个盼望的心来迎接上帝对我们的爱。我们再来唱一次《奔跑的放弃》。还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阿们。